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22节到23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8节到17节。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选民。基督徒因为已经认捌上帝，所以因为安尼，互人称作是选民。有一个人感觉讲，我已经认捌上帝，所以无论怎样，上帝就一定会保守。安尼讲可能会当讲是正确，但是嘛会通讲是无够正确。咱来看摩西伫出埃及记的中间安尼讲着，伊讲上帝对摩西的面头前经过宣告讲：我是上主，我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我无真容易来受气，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我坚守应允直到千万代，并且赦免这个罪恶过犯，但是我一定会处罚犯罪的人的子孙直到3、4代。这是伫出埃及记所讲，上帝竞选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是为着要赏赐伊的救恩以及赦罪的恩典。但是上帝并毋是要讲以色列人因为就被竞选就安尼拢会当凊彩乌白做。反正当上帝赏赐救恩予选民，就要用更较严格的标准来审核因。雅各书第4章17节安尼甲咱讲：人若知影爱行好，却无爱去行，这就是伊的罪。换这句话来讲，选民的罪是更较容易显明啦。因为选民领受着上帝恩典、诫命、教导，应该爱知影上帝的呼召，佮应该较爱知影实践，毋是选择去违背。洗礼约翰也是安尼，甲遮个法利赛人经学师讲，伊讲独蛇的种类什么人指示恁来得闪将来的受气？恁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悔改心相拄称。毋通家己心里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先。我甲恁讲，上帝会当对这个石头的中间，甲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宝头已经放伫树根顶悬，见若无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甲斩落来，等年火哩。以赛亚先知安尼对以色列宣告讲：主已经对雅各的子孙，对以色列国宣判，全以色列人民所有住伫撒玛利亚城的人，拢得爱知影上帝已经安尼来宣判。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以赛亚嘛安尼来宣告。伊讲，因互人赶逐到恐怖的黑暗的中间，因无搁找袂着这个逃脱患难的出路。虽然安尼，上帝犹原赏赐因救恩的应允，
以赛亚书第9章2节到第7节，以赛亚先知就是有言将来要有一个未来的君王，但是以色列人必须爱愿意接纳并且来倚靠伊。如果上帝的选民拢亲像先知约拿共一样，那呢遐个家己掠做，无论安怎，上帝一定会拯救的以色列人，上帝就会刑罚伊这的选民。圣经讲，因骄傲自大，庄仔的厝倒落来。我搁只在做石头厝，三仔茶做的牛肠啊，我搁换上好的香碧大牛。所以上主鼓励因的敌人来攻击因，叙利亚人伫东边，非利士人伫西边，拢开喙要来吞灭以色列。虽然是安尼，上帝的受气并无停煞，伊要举手来接拍。虽然上帝万军的统帅处罚以色列人，因犹原无要悔改，无要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上帝要伫一日的中间处罚以色列的领袖甲人民。伊要将因的头尾拢斩掉。年岁悬有声望的人是头，乌白讲话先知是尾。原来应该领导人民的，反倒当将人民带入较歪路去，互因搁较糊涂。讲的话拢是愚妄。虽然是安尼，上帝的受气无有停过。伊犹原要举手来责拍因，就好亲像罗马书第2章11节保罗所讲的：上帝无偏待人，上帝赏赐救恩互义人，嘛互不义的人，降雨，并且赏赐日头互义人，嘛互不义的人。这个目的是要来互人甲伊建立一个四正的关系，互人通好悔改，互人通好得到拯救。保罗互罗马教会的批信嘛安尼讲着，我并毋是讲上帝应允已经空空，因为以色列人无拢总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总是伊的亲儿女。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只有对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这就是讲，对自然生育的过程所生的，并毋是上帝的儿女，只有对上帝的应允所生的，才算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应允是安尼讲的，这就是咱咧讲的信心的囝。信心的意思就是，亲像雅各书伫第2章14节的经文所讲的，伊讲：我的兄弟姊妹啊，如果有人讲伊有信心，却袂当用伊的好行为来证明出来，有甚物路用呢？迄个信心会当救伊吗？因为安尼会通用好的生命行为来见证家己所得的救恩，这种的人就要被称作上帝的儿女，上帝的选民。但是伫黑暗顶悬的选民后代，无一定拢是选民。保罗安尼讲，因为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无拢是伊真的儿女。什么人是上帝的选民？
就是遐个愿意听主的诫命，愿意军队上帝的人。愿意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督徒。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22节到23节。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呼召全地；对水无比的色暗，上帝发出光。咱的上帝来临一定袂静静，有岩山伫伊的面前跌倒，有暴风伫伊的四围跌扫。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伊调天甲地来作证。伊讲着调集我剩的子民来我遮，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天要显明伊的公义，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我的子民啊，着听，我要讲以色列啊，我要控告你，我是上帝，你的上帝。我要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你的烧化祭时常伫我的面前。你正会袂记即上帝的人啊，着想即下事。才免我将恁拆碎，无人通救恁。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伫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感谢上帝，互阮基督徒会通透过即个信心被称做义，因为相信。被上帝接纳做儿女的身份，因为信才做选民。求主帮助阮甲你建立亲密个死正的关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